新冠疫情过后，这国内医护人员是真欠卡手，特别因总得引进护理辅助人员协助这临床的工课。半年来，这护理人员准时下班的比例增加，死头路的比率嘛对哩下降。新冠疫情过后，护理诊疗大规模流行，致使部分病院出现有床无人、逼迫关床的问题。为破解护理诊疗困境，台北精总试办技术混合照护模式，也就是引进护理辅助人员，俗称护组，协助护理师临床工作，比如倒三工、带院病人冰心、管是这非专业性的照护。想要到半年来，护理人员准时下班的比例增加，离职率也明显降低。我们有实施跟没实施的病房，有实施的病房离职率是有比照低于我们全院的离职率的部分。主要就是照护人力没进来，护理人又不够，但是这个成果是好的，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护理人员，所以护理人员的离职率会降低。因为台湾每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加上少子化影响，工作人口每年下降，各产业都面临欠工的问题。依家呼吁政府应开放给病院聘雇外籍护助，分担病房护理师的工作压力。我们是不是要引进外籍的护佐？但是绝对不能占到我们的护理师的人力，因为不能影响到你们，但是要分担你们。慢性病床跟这个长照机构，那么可以聘请这个外籍移工来协助这个照顾生活照顾的部分。医院的急性病床是没有在这个里面。健保署长赵东良强调，会甲劳动部进行跨部会建议，是不是开放病院聘雇外籍护助？另外，今年8月开始也推动大院整合照护服务示范计划，也就是真侪大院病人共同请一个看护，唔但减轻家属的负担，也减轻护理人员工作负担。目前已经有109间病院参加，应提供5000个床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